咱们再来这个半个多小时。这个规则呀，听起来还是比较简单明了的。这个难点在哪呢？就是你读具体单词的时候，一个你能想起这个规则来，你看到这说，你看到的，对你看到之后根本就想不到这个规则，这是一个规则。第二个就是想起来这个规则之后呢，它如果是一个一般好办，它有时候是几个组合，想起来这个忘了那个，组合起来之后，有时候读对了几个，比如说使用了3个规则，你想起来2个，之后读的呢还是那个差一点，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熟练，就是多练习。听明白是比较好明白，就是多练习。咱们在课堂上呢，以这个尽量那个帮助大家呢，尽量多练习。现在呢，咱们就先15页，把这个练习里头这几个音呐，咱们发一下。就是到时候都看那个，你自己要先反应一下怎么读，就是看他那个使用到哪个规则的时候能不能想起来。下边咱们读一下啊，八啪，八啪，这个是没有变化的。撒掐，撒掐，哪猜，哪猜，注意这个啊，咱们先读元音，啪给，啪给，这个后边这个发生了2个变化，本来元音应该读 k， 但是后声，所以变成 k， 然后第3竖行在第2音节的时候变成不送气，变成 g， 所以呢变成了这个啪给，啪给，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变化，第2音节是个闭音，一乌，咱们就现在咱就先记一乌，一乌是闭元音，因为这个说规则不重要，你落了与关系先暂时不算错啊，就是一乌，你看到有一第一个啊要变成要变得闭一点，就不是啪给，而是托给，托给，这就读全了。下一个是搓搓，搓搓，注意这个有一个规则使用啊，朽蛙，朽蛙，朽不变，但是呢单个的一个爬如果放在第2音节全部都读蛙，朽蛙，朽蛙，哪若，哪若，这个有一个变化，就是若本来是声音，在第2音节变成平声，哪若，哪若，下捏，下捏，这个变化就是捏是声调变成了平调，变成了捏，这个里头没有闭元音，所以都变化。后边这个妥包，妥包，这个没有任何变化。下边一个裸马，裸马，那个马声调变成了高平调，这第一个变化。后边这个卡给，卡给，现在我们读的这个元音是发生2个变化，就是卡是第3竖行的变成平调，变成不松地，变成卡，这样跟 k 固拼起来是 g， 卡给，卡给。如果你再要求严格，前边的这达的啊要闭一点，变成可给，可给，这就全了。最后一个 k 固， k 固，这个是发生了1个变化，就是那个发生2个变化，卡第3竖行变成这个高平调跟不送气，变成了歌，所以是咕 k 咕 k 咕，就这样来这个多练习，慢慢就想起来了。下边咱们翻一页，第16页看第4课。第4课开始讲后加字，咱们说过上文是中间有一个字叫基字，然后呢前加字、上加字、下加字、后加字，后加字还可以加2个，有一个再后加字，这样一共是一个字最多可以6个字母，然后再加一个元音字母，7个音素，最多的一个字可以7个音素拼起来，一般的字呢可就是3、4个就完了。不叫字根，它就叫基字。字根是什么意思啊？字根是一个单词，它有2个字母，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他经常再加一些其他的，就形成了另外的意思。他好像这里头上面人讲不讲词根？那个老师他是这样教我们，就是教。哦，那有可能啊，有可能的。这个藏文本身它那个就是就是这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几个方言哪去是那个区别非常大，互相他们听不懂的。加字，咱们先这个后加字还是大量的。他这个说呀，说30个字母里头有10个可以后加字，这个几个后加字咱们不用记，说我背过这10个，不用背这个，反正他不是不加的就没有，加上咱们读就完了，所以这个不用记。我们用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后加字之后啊，发什么音，主要是记这个。这个第4课这个呀，有这么3个后加字，都比较简单。咱们来看这个17页这个啊，后加字ra、啊这3个，这个发音变都比较简单。加这个ra呢，它就是元音延长，就是你读这个音的时候长一点，哎，这是一个读法。另外一个呢，读书的时候呢，经常把这个ra读出日这个音来，就是咱们汉语拼音的有一个日这个声，哎，这个ra呢，经常拼出这个音来，就是你比如说头一个，加上后加字之后，应该读的元音长一点，就是原来是虾，现在就是虾，哎，虾，哎，时间长一点，还可以读什么呢？虾儿，哎，这就是读书音长就读出来，这都可以。那个懒一点呢，就是延长一点就完了。如果再懒一点呢，你就不管它也就完了，是吧？管它长短，你那个读音也不错，哎，就是这个后加字ra，它这个影响发音不大。这个下边咱把这个字母呢都练一遍，也是反映一下发音啊。虾、哈、虾、牙、马、哈、娘。注意后边有这个元音，有那个就是其他元音了啊。突、苏、哭、俗、苦、母、无、塞、开、塞、美、捏、削、脱、学、挪、活。后边这2个字呢是这个就是习惯性的，就是把那个日读出来，这就是按照第2种读法，就所谓读书音了。发日、哎，这是这个就是一般不读延长音的，是。所以这个加上日那个后加字加ra呀，感情不大。看这个啊呢也好办，咱们知道啊就是汉语拼音的那个就是那个一个 n 一个 g 加起来的这个发音。如果要是这个碰到它呢，你就在前头的元音后边加一个这个就完了，所以这个也好办。你比如说这个它的这个发音是这样，它，然后再加上它汉语拼音直接很准确，汤，哎，就出来了。所以你解决发音就用汉语拼音，它会给你这个就是拼得很准确。这个就是汉藏语系啊，这就是一家人的这个优势。他原来那个老祖宗都是说的一样的话，哎，所以他那个音素都一样，所以他都能拼出来。到那个他们往那个高原青藏高原过去的时候呢，慢慢他们这就是一帮人在一块待的时间长了呀，他就形成一些自己的那个语系，对，就跟咱们那个汉地，你这个地方它有一些特殊的发音，那个地方又有，那就是这个个人的这个业报不一样啊，这个记忆不一样，他就互相再熏习着点儿，越形成自己特点，结果呢就发出来很多咱们这边没有的发音，但是呢它那个整的呀，这个结构啊都一样，发音因素都一样，所以呢你可以用汉语拼音拼得很准，这是咱们这个就是一家人学起来的有这么优势。所以一开始啊，一定认真把那汉语拼音确实读准。你们要读准了之后啊，后边很省心。
因为那个你读准了之后啊，后边怎么变化，你那个都不错的。如果前边读不准呢，后边一变化，这个怎么跟那个分不清了，什么就出问题了。咱们把这个发音也读一遍啊，就是很简单，往后边加一个 ng 就完了。你看啊，汤汤汤汤锵锵胖胖，下边咱们就读一遍啊，糖。哎，一开始啊容易忘二声，可能读都一声下来了。一开始容易那个，因为这个汉语没这个习惯，它字本身就带声，所以呢，就是字母本身就带声。扛糖，后边这个对啊，那个你看汉语拼音很简单的，西加上一，再加个这个哎，星丁星哎 s 加个 eng 哎星就出来了。它要跟那个来区别，你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西英星，它容易混的就是跟那个西英星，这个呀读起来几乎没什么那个区别，就是发出来没什么区别。但是我在思想上要清楚，这样你只要思想上清楚，你发的那音就算正确。啊，就在汉语里头啊，对不对？咱们再翻过来这个啊，在17页最后一行，咱们再读一下，这个发音是稍微有点难度。星丁星哎，这是汉语拼音里头没有的，翻过来行名人行，后边这两个也是汉语拼音里头不发的，哎，日英ring哎 s 跟音行哎，就是你用这汉语拼音硬肯定是发音是对的，肯定发音是准确的，好像别扭，你发惯了就不别扭了。下来一个是写不就，是这个好发哈，通胸弓，这个发音呢容易跟哪个混呢？跟那个你比如说通是 t 无啊，容易跟这个通容易混，就是发出来啊也几乎没有区别。我说的就是什么呢？你自己心里清楚，这个是通，这个是通，哎，就是你心里清楚就行。实际上发出来音呐区别非常小的，哎，关系不大。下边一行，铜牛孔哎，这就是跟那个一不一样了，这是哎，那是一，就是僧听根，下边一行平绳行空，这是那个了，不是乌了，但是发音很难分清。空松空孔龙同，所以这个呢实际上难不是太大，就是有一些在汉语里头没有听的不习惯一些，但是拼出来之后多读问题不大，很快就熟悉了。最后一个今天的最后一个后加字就是麻呢，它就发它的那个麻本来发 m 的音，哎，就是在后加字的时候就发一个 m， 就是做一下 m 的口型，并不发出来，就是闭一下口就完了。比如头一个他，哎，实际上并不发出来，就做出一个发 m 的那个口型就行了。tham sim tim sum空胸同说对了，同哎勇哎天
天明神空通宗孔同总。下边咱们练练这个传统拼读法，这个咱们不习惯，但是呢多读，读起来这个就是这个就习惯了。如果是前后两个字母呢，都读起来，然后拼起来就完了。说后边一个字母啊，读轻声，就不按那个什么一声二声读轻声。卡拉卡，卡拉卡，这个后边这个读轻声。卡拉卡，卡拉卡，枪啊枪，喇嘛啷，第二个读轻声，不按这个二声读。下边一个复杂一点，就是加一个元音字母，加了元音字母之后呢，这个是咱们来就读吧。卡那若空啊空，它这个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卡那若之后啊，它不是读扩，它不读，它是把整个单词的那个音给发出来了，就是先把最后的音给发出来了。凡是有元音字母的都是这样，就是有元音字母的都是先把那个全词的那个把啊就带上了，带上之后再读出啊来。它是这样特点。咱们再来，卡那若空啊空，要按咱们那个汉语拼的习惯是第一个应该是卡那若空啊空，是咱们那个习惯，但是它不是这样，它是带元音的呀，都是直接把最后读音读出来。再来一遍，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撒些就苏啦苏，撒些就苏啦苏，他开过听马听，他开过听马听，这个周老师那个录音带上读得快一点，有时候听不清，来不及反应，自己下去呢多这么练习练习，到时候慢慢就跟上了。这个就是多读。再来一遍啊，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撒些就苏啦苏，他开过听马听，再来一遍啊，卡那若空啊空，卡那若空啊空，撒些就苏啦苏，他不听马听，下边来读单词。单词你们就是注意什么呢？就是注意它有影响到发音规则的时候，注意一下。一般不是两个音节的，现在没有那个变化。牙，就是延长一点发音就完了。牙，自己单词自己找这个规律。牙口朝上，所以就上；马口朝下，就是向下。虾，挪，班滴儿，囊，囊是里头。这个比如说内学内明，这个内道也是这个囊，就是里头，囊就是在里头。明跟那个咱们汉文的这个明的明是发音完全一样。它里头有不少单词跟咱们汉语发音是一样，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你比如说可能那个时候大家都钻山洞都是说洞，就现在洞。那个时候可能很早的那是比较少的那些单词吧，明叫明，慢慢后来发展的复杂了就开了啊。空
哎，这个他姓语的他，同，卡班儿，哎，只是读就行了，也可以卡巴，都可以，空错，咱们讲过那个搓是集合起来的意思，他们集合起来就是他集合起来就是他们了。翻过来20页，康巴，萨康，到现在它没有任何变化，都是原字母的音读。下边一个啊，腿扔，这个就有变化了。人这个然在第二音节变成平声，这一个变化。再一个呢，这个人是闭元音，这个提的 a 呢也闭一点，就变成一，所以就说你要是想变全了，就是体人，提就变成体人，所以这个呢就是不是太重要，你就读体人也可以啊。散巴，醒吧，这个也有个变化，可以就是醒又是闭元音，巴呢它就变成啵，醒吧，卡当，这个就发生一个调的变化，塔变成了他，就是不但变成了他，而且变出松气，哎，就变成等于是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前边这个第一行变成当，卡当，松鸠，塞波，拢巴，练习，咱们把这个我看呢，咱们就那个先就复习一下，为什么呢？前边灌的比较多，这个咱们回来踏实一下。前头啊，大家记住，每天要读几次，哎，分散一下时间，一次呢20分钟，你就这么读，你当这个看其他书看得累了，当这个朗读，哎，这个朗读一会儿，就当一小节，你就这个填这个缝啊，你就这么记住，每天都读几次，行了，你肯定能跟上。前头基础打扎实一点，后边这个学起来就省劲儿。前头要是不扎实呢，后边就费力，到时候你就要反应。语言的东西就是多读就行。下边咱们把这个练习这些读一下。现在咱们就是任务就是见了字母能够读对。现在任务就是这个。有反应，咱们来读啊。葱，塞波，冷听，哎，这两个音都汉语里头听可能还有听这个，主要是头边这人是一个，哎，日英人啊，比难发一点，多读，冷听，后边是疼是吧？疼桑，哎，是疼桑，这个发音倒是都没有变化。后边这个捆巴，这个不变，这个 o 是开元音，它是一跟乌，记住。现在咱们范围缩小，你就记住，碰到一边是一跟乌，后边那个闭音，哎，苍妈，养包，天巴，这个是坦包，切胸，这个呀应该有一个变化。那个后边那个是写就是闭元音，这个 i 变成一就是七胸，但是我发现好像这个 i 变一的这个呀，不太普遍，就是一般好像不变，因为这个好像区别也不是太大，但是有个别的呢那个比较明显。
大家看有没有这个平常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刚才那个在四当中，前1到6，发音的时候，你实际上把它拖长，对，妈是吧？对。可不可以写成边儿？对，我当时读的时候啊，我往上那个用了2种哈，就是可以一般的呢，你就读牙，麻。然后这个读书音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你有时候就那个一带出来就牙儿麻儿，这个就是关系都不大，关系都不大，读哪个都可以，你就随这个习惯。因为他有时候啊，读出来这个日呢，有个什么好处呢？容易记住这个字，是吧？到时候牙儿你就知道是一个牙，这样那个容易记住那个字。不读出来也问题不大，拉长一点就行。那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下期记住大家就是多练习，然后后边呢，咱们就是一次一课啊，这个任务就开始比较重了。后边呢，到时候越来越复杂，它那个后边的规则加在前边的规则上，比这个复杂一些。前头基础打好一点，可以省一点事儿。